因为我们要认识上帝，就是要读圣经，然后知道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然后我们应该有生命的改变。那他们要读，他们那时候初代教会，因为有那个门徒或者是先知可以真理教导。我们现在比较幸福，我们有圣经可以读，所以我们也是要认识上帝的话，我们就要读经。那读经以前就要跟上帝祷告，让他赐智慧的灵给我们，让我们读得懂、看得懂，这样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那保罗那时候跟他们讲，那个人所造的神不是真的神，只有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才是真的神。那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道理，所以他都讲给他们听。那我们也是一定要读圣经。那像我们教会推办什么活动都很简单，但是要推动读经。上次我们有在推动的时候，好多人都讲，我眼睛不好，要不然就说我读不懂，要不然就是我读好几次了，所以我们就推动不了。可是我们教会，我们这几个小企鹅都是70几岁、80几岁、90岁了，我们还都有在参加读经班。那我们也是很认真的在追求。那就是要读经以前一定要先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读得懂、看得懂。然后我们听到所罗门王，我们就知道他跟上帝求智慧，可是上帝就把财富还有那个名利地位都给他。那我们也是一样，读经以前要先祷告，请求上帝给我们智慧，要读得懂。在所罗门的那个，他有一本大智慧的书，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讲给你们听。说有一个富翁，他生重病，快要死了，可是他有很多财产。那他的儿子就远在不知道是在很远的地方，就像美国一样，临时要回来都来不及。可是他也怕他的财产被他的仆人侵占，所以他就写一封遗书，里面怎么写？我的财产全部都要给我的仆人，但是我的儿子要先从里面挑一件礼物。这个仆人拿到遗书，好高兴哈！伊讲我发财了，我报喜啊！我还看到找阮少爷赶快回来，然后他就赶快很认真去找。然后把少爷找回来，丧事也办好了，然后他就跟少爷讲：“少爷，你想好了没有？我要等着你看你要哪一件礼物。”那个少爷就一直在思考，他要什么东西，你们知道吗？就是说，他就想我爸爸为什么写这样，他就一直思考，结果怎样？那个少爷就跟那个仆人讲：“我要你，因为当时仆人就是主人的财产，仆人所有的就是主人的，所以我们知道有智慧很重要。你要追求名利财富，会招致仇恨凶杀；可是你要追求智慧，会带给你平安、长治久安，还有喜乐。”我的故事讲到这边，谢谢。我们再一次给企鹅队4位妈妈鼓鼓掌啊！好，安尼，咱来请评审讲评啊会当参加这个讲故事的比赛其实嘛无简单啦嘛真有勇气，因为伫这个过程中阮看到恁的认真甲恁的付出伫圣经的故事，就是咧讲咱爱求智慧，这个智慧伫咱的生活，特别是咱老人的生活是非常的重要。
吼，有智慧的生活，啊，会当互咱老人生活啊真健康，啊真快乐，啊，一正我看到恁啊的表现啦，吼，伫故事内底也是恁的迄个整个的默契啦，吼，拢真有合一，吼，互恁100分。谢谢哈。哦，我是真印象很深刻，迄个最后迄个小故事哈，这个伊要爱，伊想的迄个少爷要爱仆人这个启示哈，对，咱斟酌，咱要去斟酌咱所要做的每一个决定啊，吼，这是互我一个提醒啊，嘛真感动咱的4位妈妈吼，7、8、9呀，70、80、90，哦，加起来几岁？340岁哈，哦，真好，真辛苦。昨天很感动的是，昨天林慧去公园上摔倒了，跑6针，他还是没有放弃，他还是来参加了，鼓励一下。讲平信是较毋敢啦，啊，看到咱为着这个讲故事比赛啊，这个服装啊，我感觉真感动。啊，过来，咱即马这个服装吼。谢老师，你有研究无？我甲你估估起来吼，你即只徛号叫做马可罗尼企鹅啦，真正喙是红色的，你听有意思无？所以讲爱去斗助天气，最近有真侪兄弟有去斗助天气，东阳兄我嘛有鼓励去斗。哦，吼，安尼，多谢恁热心参与啦吼。这叫做马可罗尼徛鹅，企鹅，台湾话知无？徛鹅啦，徛鹅，徛咧，吼，啊真多谢。评审干，主办单位干，互我105分啦，啊无照讲这是爱拍1000分啦，哦，多谢。好，安尼，咱来评审这个公布成绩啊，吼。来，咱即马哦分数出来吼，第一个是105分啦，吼。第二位是100分，第三位是103分，吼。所以安尼平均起来是。大概是总分是308啊，308除以3，103左右啦吼。啊，咱真恭喜恁吼，啊，咱就第一名。咱预计伫这个8月21日，咱的迄个周年庆的时阵来颁奖吼。哦，安尼咱今仔日比赛到遮，咱来欣赏一下吼。团体照。啊，咱下面的观众一起来拍。同齐来去欣赏，啊来这咱徛5队的徛头前，这无简单。对啦，真好，来徛头前，啊咱大家来，拢来，啊迄个美女嘛拢来，啊红人先翕一张换，我翕一张下。无，你嘛当然来徛头前，来咱徛到头前一段，来徛唔正嘿，好徛5队的好来，哦来嘿来，这当然你徛来遮，主办单位徛来遮，嘿来，安尼翕会落去无？会无？会无？啊好，红人等下换我来翕一张嘿，你来。有无来？我紧等下吼，咱喙即个翕一张，啊喙摕起来翕一张。安就知影啥物人，好无？好，来看红人遐。1、2、3。好，啊，咱喙摕落来较下底咧，安尼，啊，咱就看着人啊。袂当听。小可听一下，嘿，小可听。嘿，安尼，啊，摕伫手诶。
尼你就看到你的面啊。啊，好好好，无简单哦，这拢啥物人画的？拢我用的，哦，乌衫是恁家己拢有的就对啦。拢阮兜的。哦，无简单。要彩票。彩票，看到面，嘿，看到面，喙摕伫手的，嘿，对。好来啊，看红人遐，好来，耶，好来，好，来红人你举牌来，我来翕一翕，来你翕，我翕一翕来，你翕。纪念性。嘿，对，这无简单。我讲这徛无对，这第一名啊，看遮，嘿，来，哦，水，安尼好哦，恁的骹甲恁的喙安尼足水的，来看遮哦，耶，来耶，啊，毛杂着人的面哦，耶，好，赞，谢谢。哦，建中要下来拍吗？不要。啊，这条领你啦，好，啊，咱今仔日就较加好，真多谢恁哦。